現時進行的儀式是放生。放生儀式是指把飛禽、由魚放生的善行，目的是鄉民受赦後，要向天地水三界行善。聽讀經濟，釋放能淵，月明星稀，過得林之樂。桃花浪暖，隨夏美飛騰。聽宣繼言，肩擔自動。從此成共界變化，風波自然放大。今日如打雀之人取你性命而回，今日3年種之語，買你回來傳，再誠心過我，我力而家建大功，有真面愛因而報，有意變把以雷襲，解網課餘。元首會把鳥籠打開，把雀鳥放生。把紅桶內的2條魚倒入旁邊的木桶內。
照場內的儀式完結後，工作人員會駕車把木桶內的魚運到河邊放生。